帅，亲命本帅，引秦二圣，扫灭金人。今乃黄道吉日，正好新兵，岳云听令。在。你家呀粮仓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刘刚听命。在。你先往潭州，小玉节度使，本帅大兵随后接旨。得令。众将有。骑兵潭州去者。啊。đoàn雄兵，真将龙。哦，将军罢免。 臣为
冲而战！宋而是金将。临公在宋时人为臣，只因我朝奸民当道，使俺心怀不忿，待领奔赴嘉奖，我就九龙山赵军养马及草屯的粮，待当时期重振宋氏江山。昨闻宋王挂岳飞为帅，前来征剿。我想此人忠孝双全，今日会战，必须谨记而行，得众把老兵。待马下山营地城。连你我爹爹都不认得了我，待汴梁小教场，饶而不死。如今又来拿命，难不成一派胡言，吃在一条边啊？对。
神有何德能，干劳恩师引介10里之外？元帅是哪里话来？你乃天下都长涛，兵马大元帅，全城百姓的性命皆系在你一人身上。惶恐啊！惶恐！啊！我命刘高前战到此，因何不见？阵前立功去了。刘高到此为县安拉，阵前立功去了，真是必定大败而归。三弟哥，你倒找我来了啊！贤弟，阵前交锋胜负如何？我也不知道是胜了还是败了。我给了他一鞭，他给了我这么一枪，怎么样？就把我给抢回来了。我曾问过帝将民心，我他忘怀了。跟随于兄持鞭多年，还是这样的鲁莽。倘若得胜回来，教于兄赠上这功劳不？我倒想起来了，是他引导在京都小教场会过一次，他叫我什么样？还是那样在心。哎呀，就是那个娃娃呀！于是此人带本帅亲自会他。我将的前往。众位将军有所不知，想那样在心，乃公卿之后，将门之子。本帅一曰，劝他归顺朝廷，岂不多一帮的？啊，元帅，一路之上，鞍马劳顿，骑兵3日，在与那次交战，一患不清。恩师不必拦阻，就请恩师谨守城池。遵命。将官，引提着。啊！在汴梁小教场见过一次，难道将军就忘怀了？你就是在汴梁小教场枪挑梁王的岳飞夫。然也，久仰啊，久仰！才先足下为民，你的威，俺也知晓。
相门之子，因何落草为寇？听本帅相劝，归顺朝廷，同灭金人，岂不名垂千古？元帅，俺岂不知将门之计大义纲常，假引我朝，奸则专权，使俺心怀不忿，带领本府人马，我就反。来在这九龙山招聚养马，即草屯了。待单时机，重振宋氏江山，听我相劝，二兵会议，同当此人，你意如何？本帅好言相劝，只也不听，稍时擒在马前，挥斥万言。好，听你之言，莫非与俺见过高下？妙哉呀，妙哉！元帅，俺若不慎，情愿马前归顺，你便怎样？知不？俺若不慎，情愿告官临下。请走看枪。与我今日交锋非别等闲，各川将领众将只可观阵，不准助战。哪家之战非丈夫也？正合我意，我传将领众人观阵不是之战，欢迎射战。好。
新的对手，这便日或是好。众位叔父，哎呀儿啊！你爹爹不是养在新的对手，快快治他一战！遵命。治不得。元帅降罪，拿官待。不要紧的都有我呢。将军，你我再战几回？你乃天下独招他。哦，是，兵马大元帅。是。你的将领不应，哎呀叫我人好笑不？杨将军。
下将令，你庄家叔父不敢犯我的将令，唯有你这小赤身敢犯我的将令，那么。干是与这奴才将亲，我的帅他人，我这本帅连吃山摇动，这研发归神经。还想回家见你那祖母娘亲吗？真是，今生今世不能得够了。讲我救的是什么福，立的是什么功？如今冒犯弟弟将领，要将侄儿斩首，你站在一旁，理也不理，也罢，待侄儿与你赔。别！斩首即时之去，待你我爹爹相见。叫元帅呀，他也得赔呀。方才你与那杨再新交战，看得他是走开这儿吧，看的落马。多亏我侄儿岳云一马当先，将你救回，你反要将他斩首，似你这样无有父子之情，兄弟之义，我也不活着了。哎，您别拦着，我死了，射了。我压根儿也没打算死啊！当将儿斩首，念在你众家叔父苦苦将拼，死罪一免，活罪难用，得老子上。重则死时。传过来，将岳云送至杨在新营盘，对他演讲。岳云驾量在先，
本帅传令在后，昨日阵前冒犯将军，会特引去定要战胜，多亏众将苦苦将擒，死罪一免，获罪难用。重则死时请他言行，上父杨将军，明日还在阵前相会也。前为大将，死后殿中魂。无奈借鬼魂是也。只因曾孙娘在心，落草为寇，岳元帅难以生负于他，我不免想我杨家梅花枪暗藏杀手锏，传与岳元帅，也好生负于他众贵族。大饮去迟。
宣堂，判孙不悔，判子不归，终日里双锁眉头。是回来若云儿，未曾斩首，自打40滚血血流啊！我为国家要守腹中良和，因此上报父子的恩情，但定叫人来张红灯小心放手。生负了养在心，方展眉头。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我乃杨继业是也。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岂敢？到此必有所为。是因孙孙娘在。